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一副舞台。今天晚上我们相聚在这里，隆重举行《上海的声音》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粤剧中生代演员新创剧目的展演。我是张明全。我是主持人钱云。那么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和张老师一起主持这个演唱会。今天和明天2天，来自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的中生代粤剧名家们将带着各自的代表剧目在一夫舞台一一亮相。那么这也是建国以来汇集最多国家一级演员和原创剧目的展演活动。没错，可以说今明2天这个演出啊，一夫舞台的舞台上是明星荟萃，名作云集啊。没错，可谓是规模空前。是。那么这些剧目呢，代表了当今粤剧名家们的创作追求、审美思考和艺术水准。他们坚守着老一辈艺术家创下的粤剧事业，同时也在探索着新局势下的突围之路。我想啊，他们今明2天的演出啊，必将会在粤剧发展历史的丰碑上或深或浅的留下他们前行的足影。那么，首先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来自宁波小百花粤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张晓军给我们带来的《阿育王》的选段。好，大家掌声欢迎。
下的珍宝为你张摆，我要赏天下的财富与你分享。接下来登场的将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原上海虹口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上海戏剧白玉兰奖得主，著名范派小生韩婷婷。那韩婷婷呢，今天将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京吕曲》的选段。这是一部4集的戏曲电视片，当年呢曾经获得了中国电视的飞天奖。是讲述一个唐代的凄美的爱情故事。韩婷婷今天将为我们演唱的是其中的选段《曾记得》，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她。好，掌声响起来，欢迎婷婷。曾记得
学学欲盖章，从此房子宫廷都肮脏，从此不待君王人生亡。凡是能够情难送，身披丝来问先生，今日里或问亲娘，来故里我悲欢交加喜悦光。直到此生永相连，心人重逢在故乡。这真是真心永相连，这真是真情永难忘。秋娘爱我，我爱秋娘，秋娘知我，我知秋娘。今日去，今上一生，真是天一生情长。我不怕白发一张，面貌别样，举人相待，老来忠厚。因你将你跑路这样，双眼看去为啥无恙？我也要来到桥头为秋娘，为秋娘，为秋娘。亲爱的朋友们，1942年的10月28日呢，袁雪芬老师在大来剧场演出了《古庙冤魂》，也标志着粤剧改革的开始。这粤剧改革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建立起了粤剧的编导演英美制度。对，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以前这个粤剧演出啊是没有剧本的，叫幕表戏。这个演员呢，根据幕表戏的情节，台上就来演出了。啊这个即兴的发挥的非常多。对，有的时候情绪好多演一点啊，情绪不好就少演一点儿。很有弹性的对是吧？，所以呢，这个制度的建立呢，对当时还属于比较年轻的粤剧这个剧种啊，起到了脱胎换骨的作用。还可以这么讲，这个制度的建立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我们这个传统戏曲近代史的一个进程。是的，那么其中呢，演新戏啊，也是粤剧改革的特点之一。是70年来呢，在改革精神的指引下，中生代的粤剧名家们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新创剧目。哎，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欣赏3出戏的片段。对，其中有这个杭州粤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晓红，和国家一级演员石慧兰为我们带来的班昭的选段。对，还有呢，绍兴小百花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飞带来的女调。另外还有宁波小百花粤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郑春芬为我们带来的曹操杀妻。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名家们登台。去了。
财居多，银财一多，自己想做的事反倒顾不上了。譬如小姐吧，眼看这部婚书就要完稿了，可小姐却殊不知了，什么也飘起来了。哎呀，真不知道她整天在外面应酬什么。大师兄一嘴20年，真想他快点回来呀！小姐应才回来了，我得接他陪茶去。快坐下便诉吧。哎呀，你就让我歇歇一回嘛。你看，擦去了句精神，也回来就是来。我也拿你没有办法。去身去，孤算皇家夙愿，去向非凡。马先生，这里便是东关国，赵大夫就在这里住宿。韦拜是谁？韦拜在哪里？韦拜在哪里？是谁？韦拜在哪里呀？在这里住啊！看不给。
子贵，幸亏举。大师兄，请上座。马先生，大姐，这大师兄上场。哦，上公上。哎呦，你怎么了？我房子就是多饮了几杯酒。哦，你为喝酒了？哎呀，饮醉而已，饮醉而已。哎呀，马先生啊，而今的赵大姑可不必从前了。上至横宫嫔妃，下至民间女子，谁不知道赵大姑写的女诫呀？哦，赵大姑可是当今的女神人，我开幕呀！哦，就是这部往往大众欢送，朝廷早就列为国史了。哦，连皇上召见王臣也是半女士呢。哦，哎呀，想想从前的风流王太后，八个生的书碰上了天。而今的王后娘娘却为应夺取，就爱女杰。哦，我只去，我闭嘴。你们走，你们等。老不死的，真讨厌！大师兄，来，请用茶。这可是王色公平。哦，为拜大师兄是敬你一杯。请我？为什么？听说我走之后，家中一把大火，死的也死了。你若是一人修己还俗，一定吃尽了千辛万苦，马须不在，总算带为了天文之所高。而今先生的遗愿终于要在你的手中实现了，你说我不该敬你吗？慢来慢来，这茶我可是不过瘾了。哦，为什么？唉，思量当初不识深浅，设了婚书，是此惨重啊！此话何意呀？大师兄，你还听不懂吗？小姐的意思，这婚书她是写不通了。是啊，只有些写不通了。大师兄，你在当量什么呀？为拜，我看在王家书院，不像是个做事的地方。怎么不像？太奢侈，太豪华，到处都珠光宝气。你还当办事操当吗？这是王家书院，不错，是奢侈，是豪华。可这与做事又有什么关联呢？哦，难道一定要原谅自古深居爱我，才能做得好文章吗？你呀，到底还是当年的大师兄啊！大师兄，你听听，都变成什么腔调了？哎呀，为拜，你变了，我变了。是变老了还是变脆了？变得让我不该相信，变得让我想起一个人。想起了谁？曹生。大师兄，20年不见面，是些开心的事情，好吗？会拜。
寻找当年的小为伴，是今失落在那边，我是这不曾把你看好，我安排兄妹面对两重龙天，今天常在要被家无边，抱去盼亲爱，无奈子离别，无奈子离别。大师兄不高兴了。为伴，你把书稿交给我吧。交给你，为什么？让我修己还俗，完成先生的遗愿。好，现在太晚了。哼哼，你笑什么？我笑你居然把我逼逃走，我笑你竟要拿走我书稿，我笑你缠着耍不要痛，撇得走分，我轻巧，我这不是笑，我是悲痛中泪，苦中笑。
年年，一个个一句句，谢谢谢，个个给，吵。我心一情，你也他有几百斤，他有几个颜色，他知道大师兄你来得真好，来，你把手高都拿走，搬上我，怕他怨他气他拿他敬他烦他爱他怜他怨他恨他来我一死。
去，我不去，我不去，青来，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来，我不去，放开，放开，放开。从此陪笔无泪烟风尘。
要为愿闻名。
开通皮具，也怪我你心情怒在心头，错杀了父公神。覆水难收，这叫我心中自错去难退，无奈我家成梦中失了手，老夫今宵亲手领命，养得住多多比山，不怕羞，羞也难拿贼难去。自觉得遍体冷飕飕。乱世夫妻多疑怀，何妨相关同悲欢。风餐所路长相会，我并出路关山，千为烦难终不散，终不散。父亲为我深夜到此，相爷，城乡风露也绝还。戎马匆匆
年，什么境遇为难，得到多处心放宽。菩萨了空等待，我归藏尘土。几方里为把众人安，把佛待遇自一见。哪一件？杨修他杨须，丞相，那杨须为了丞相的救国大事，日夜操劳，即使丞相的千军冷乱，他也常挂在心。实在虽是他已屈指后堂，要我来为丞相添衣温暖。什么？是杨修他情理为难我，把一天正是。有事不妨用，可怜眼前梦中人。灵堂放什么？你不该把我的好梦境，丞相，我在梦中撒了空文藤，分怪武将。亲自亲，躺着用力爱送去，我黄沙不顾担成命，当时君不撒眼气，来不动我越撒眼气。事到此间，乱放尘。今天闭关难杀生难。曹丞相，我重禀天下中王，难逃生，报以情深，多不能，多不
江山飘雪行点滴思恨。自杀得彻底千里击拳台。自杀的众百姓就是一生。先帝出天下人定无牵绊，得到今世与享千百名。二郎快加身计身，世事退场不退问，曹孟德自然爱天下。策比这了8万兵。就业那是从征锋，屠杀了空城队，大错之城，他天下的天子心乱退，我的宏图他也要化回人，要化回尘传长生相依
相爷保住了，去了。在越剧的发展史上呢，我们知道，作为诞生地的浙江，还有发祥地的上海，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对。那么这种交流呢，不仅有艺术上的对话，同时呢，也有越剧人才之间的流动。是啊，你看这个70年前越剧的改革就是从上海起步的。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的气质啊，也深深地影响了越剧这个剧种的品格形成。是的，那么70年来呢，我们上海的越剧工作者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诞生了《梅龙镇》、《家》、《蝴蝶梦》，还有《玉清嫂》等一大批优秀的新创剧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观众朋友啊，再来欣赏3出戏的片段，其中有杭州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郑国凤为我们表演的《蝴蝶梦》的片段，还有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的得主张瑞红，以及国家一级演员张咏梅、华一清、张海玲、金红等一批著名的演员联袂为我们献上的《梅龙镇》的精彩的片段，都是很有号召力的演员啊。没错。你休逃不走，老天把你也。你家偏走，不胜梦想雨水心。换从山坡边路转风味，张嘴你是羞羞的情堂，将父亲杀成恩是因为草湾土着成上层不顾同情逃走崩溃，谁知失去是
我去万一走，何家欠下银儿两，比警察多留账啊，这个家也不好当啊。叮叮当当叮，叮叮当当叮叮当，为你金灯的外郎一郎哎，往日子他皇帝苦，今日才知百姓忙。圣君民间见着他，说点苦辣都要尝。叮叮当当叮，叮叮当当叮叮当，为你四方辛苦当一郎哎。二一天中午，师傅11双，山下无处儿，朝见胜利长。早点胜利长一郎哎，郎里个郎，郎里个郎，我家一对小儿郎，大子小子不得想想一度，一笔记在一当。觉睡到大天光，小儿郎，记在当。叮叮当当当叮叮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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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郎一郎哎。哎呀，娘子，你不要唱了，你把我的账都唱糊涂了。我看你呀，还是丢下账本来抱抱孩子吧。抱儿子，嗨，抱儿子嘞，相公，我的胖儿子嘞，我的胖儿子嘞，胖儿子嘞，哎呀，相公轻一点，轻一点。哎呀呀呀呀，娘子，我们的儿子怎么全当脚贴的？杜香你一看也不能顶，快挽进我。就算想吧，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孩子嘛，多少要一点本事。嗨，就是我嘛，皇帝不好好当，仗又常常出差错，长此下去啊，岂不一日不成嘛？相公，依我看啊，你自从过了账本，当了父亲，倒是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懂事了。是啊，我不是做了父亲了吗？养儿谁知父母恩，亲民放孝把辛苦。要是母亲知道，她一定会高兴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快，宫里来人了！啊，小东，宫里快！皇上。来了！哎呀，启禀皇上，是掌柜的哦，是掌柜的。哎呀，启禀掌柜的，王太娘错了，又错了。对，是掌柜的高档大人，吴掌柜的是。哎呀，说先生已起下江南来了啊！他们来做什么？他们要找掌柜的委屈，我要把掌柜的无理最送的电视一同带进宫啊！他们正在我府，已经到了美容镇，马上就要到居家了。相公，怎么办？掌柜的，我认为你把你们分开了。相公，掌柜的，相公。
是我要到家抬上3年，且归我早早没干不用他，唯有娘子莫动手，也从国内抱娃娃，且可高到是何意？他不问娃你莫答，假是相声排不好，是啥不成？是要他，反正家下过月路，莫得已经做成娃。哦，这就是美龙镇酒家。金木儿风尘仆仆，大门花。等是我又亲又喜，又惊又怕，也和泪水无比交加，腾腾特特七上八下，心中乱作一朵在下只有公爷贵客，这不是小醉用吗？我娘与其这人，你倒把自己再丢了。这人再到美龙镇，陪我担心谁精神，今日将乱计了迷，先要把你呀寻呀生。这不知大牛太监吗？记得向上经过民，做事义工，家太呀紧，今日太监便就报，边来边去烦不烦？不烦。这是谁呀？兵书可以慢慢腾腾的，今日的小太保的飞快，貌似奴才相，恰是八面郎。那掌柜的好大的胆子，为什么不起身迎客？啊，我看平民的日子是不好过哦，哈哈。世人多少王公好，不知王公与白老，王公这是心
哟哒哒。是的子，你娘谁叫你呢？呀！母亲大人来了，母亲大人与我求证于归，来到这穷乡僻场。这个平时江乱尽之啊妹，山温水远长啊乡，因此一路来上环，估算到此好风光啊。
儿不见祖母的断冤，你说这能叫断冤吗？相公，我不知。王太后亲独养，为万八十小爷，第二辈的人儿老太师，教婴儿长大成人，莫要为第三辈的孩子亲生父母，今与你从此与你分开，事到如今无缘回，总算是真真切切过着相公，你快回去吧。郎里个郎，
起那个王二娘娘的故事吗？记得，那个王二娘娘原是个三层女子，正当着皇帝爱上了她，便把她带进了宫里。入宫之后，那个娘娘受尽了歧视，受尽了欺负。这是为什么？就因为她来自民间，也是个三层女子。谁来你？她做了娘娘，当上了皇后，她的儿子又成为了一代新君。再回来你？再回来，妹，你没有讲下去啊？再回来，他的孩子也爱上了一个乡下姑娘，也把她带进了京城。可是那个王二娘娘却是回来的王太后，她是无人是我不能答应，她深深地把他们拆散了。儿啊，她这样做是为什么？因为她怕什么？她在乎她的后人，怕那个皇帝会遭到朝廷的非议，怕妹，你讲的那个王二娘娘的故事，莫非就是你自己吗？年了，我的故事总算讲完了。是啊，皇上，儿子的都是真的呀，是老人亲眼所见呐。皇上，儿不用你呀，皇上，真的呀。
回顾时，已是脸上挂着泪腔。儿时越惊越怕破晓娘娘，把我心怕为中贴在胸膛。你恨这小桥江儿红，唱的却是小儿郎。儿这子小桥一唱杏花放，雨正东这小桥后面雨上。儿子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好的君王。母儿，我凤姐，叫我一声伯伯。我们一同为国。生团圆啊！百年。你看上海越剧院的5位国家一级演员联袂上台同演啊，满台生辉啊！没错，的确是可圈可点。而且这个梅龙针这出戏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排演至今获得过13次的国家大奖，是不是啊？是。所以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是有福气啊！是。那么的确，美不胜收的舞台呢，也让我们感叹，诞生于这个江南的越剧啊，是最适合演绎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剧种。哎，这个人们往往会这样的认为哈，所以呢，在70年前，这个越剧刚刚改革之初啊，当时袁雪芬老师啊年纪还很轻，他就和一批年轻的越剧演员一起开始注意到了，我们不能老是演这样的戏，我们得重视题材的挖掘。因此呢，就诞生了像香妃啊、像凄凉辽宫乐啊等一批有历史题材的剧目就应运而生了。从此呢，也改变了人们总是觉得这个越剧只能演这个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这样的故事。对，那么70年来呢，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新编历史剧，也为我们的越剧舞台增添了一抹阳刚的色彩。哎，
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这2出戏啊，都是一些非常著名的艺术家演的啊。我们将请出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董克地和一级演员洪英给我们带来的《赵氏孤儿》当中夺子一折。对，那么最后呢，大家还将欣赏到上海越剧院和绍兴小百花的2位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单养平、吴凤花合作演出的《虞美人悲歌》。夫君，那孤儿的葬身之处，你可曾安妥？哦，怎么你又把他带回家来了？夫人，段国有榜文告谕，要杀尽天下与孤儿同根的小儿，他已不知苍生了。这夫君啊，这可是好是好啊！共生先生，你了一计，一人杀命，一人杀子，一家作罪，上朝时不会与金国小儿免遭杀身。此计甚好，但不知何人杀命？回报不求是老贼夫他情愿杀命。公孙老大人真是个侠逆之事。那杀子的又是何人？莫非你要做杀子之人？夫人，这是无人杀子，此计最好也是王孙的呀。听夫君话中有话，我心惊。看来是杀子之意，他一定头昏昏，心
色黄河，来转机，曾因我再无言字说亲情。旧故儿又是鸳鸯太无路，父子离分，我愿心红深。夫人，不要过来！啥时候举故，你只管讲来。啥子要我杀却轻生，虽不必说了。夫人，老宰夫他只有杀命，杀个夫人杀子，有时候救得了这曹氏孤儿。老宰夫杀的是自己的命，你我身为父母，却无权替孩儿，注定是死是生。夫人，我儿虽不能赢，但此举乃千钧一发。受他九泉有子，天为其两祖父母的一片苦心。父亲，你去当我们没有这个孩儿吧，要我将他命送往前，是万万不能的呀。夫人，曾因旧故，原是不忍宽忠良且事到如今，我泪却情深我也是万计穿心呐。夫人，我的别母胸肠里。娘怜亲儿思天理，真乃是他不用情。他家一门38人，奈何桥边拖成衣，说了无端杀无恙，曹师傅以命系终身。其风是平常人，狂了几时我不能。其实曹营来长生，有苦于为居风尘。曹师傅死里已逃生，再送夫跟我心不忍，更无话你是旧故已杀命，正因我凄苦失诚心。曹家冤仇终于报，为什么非逼我儿还逃逸？也来报得曹家恩儿嘞，这孤儿已进家门，需要言子下的句经，要看我亲身是万不能。刚好问起也一将尽，就不下孤儿也难保这情深。
恨意早就去了。你听，风声落了，破迷恨了。迈过杀进一看，他已打开上面了。你还我孩儿，你还我孩情不情，恨太恨，逼得我一团乱麻理不清。跪地去夫君，我过去查看，上天路无缘，舍地去心安生，将我母子放进去。做姑也曾是一疼，温饱饥寒不劳你，是与土地婆婆来报应。18年儿再相认，万年漂漂亮亮以后生，娶一个水灵灵的新媳妇，生下孙儿孙女一他君，夫人受了惊，言语不问，有心在狂问。送上一头面，曾因今日我送亲儿子平生女后就生。
人下他军女反故里，风清月朗赏花红。困死家楼，夫妻无业，回家中难。好夫人都觉得当空星空天地宽。从此我才平安松平莫将总理和苏秦弟兄万岁呀！如今走了，好罢了，总理将军，你走吧。不，总理愿和他王爷都杀他从位，杀他从位，就是的生。只要军心在，士气在，民生与患军有得一拼。总理将军好，哇！不受空房。
藏着凄凉的楚国。北论儿行，春是他。这场楚国，春是张良自己，讨来我军心。是他。大王，不义之地身份高尚。大王，不义之地身份高尚。大王，不义之兵高山不破。你是什么？不义之兵高山不破。天哪！我军夺离了我的家乡，不要为家，不要为家，不要为家。大王，不要为家。不要为家，不要为家。天哪！难道这是天意灭我行语？天意灭我行语呀！不对，我的大妈！大王，回来了！父亲，父亲，夫君，你看，这是我家祖宗宝剑。当年生于年朽，却刺杀宝剑，此今为其所谓宝剑国为重印，民法却说94剑一同上上，与大王杀他重会。好。一把三心，一把三心。
君。自信，无奈何，于心难才。夫君，你不该为难，你真不该为难呀！夫君难道更杀不过我父吗？行于是爱将，胜过自尽性命。一句话，三言不千万言。心乱佛
你带领众将士快到回去吧。二姐，明日平上，昏君要取的是汉月之水，你紧紧跟在朱密将军，记上我的无罪报吗？夫君，朱密将军会带上我的3把金刚侍卫，保你杀出重围。夫君，听话。夫君，你一定要将无罪报吗？留救为妻吗？你听，夫君一定要派总理将军保护为妻吗？你听，夫君，你一定要派出3把金帐卫士护送为妻，对吗？你听。明白了，夫君，你来看。你我就是动着双膝宝剑，在桥休戚与共。侧桥生死相依，为妻请夫君共出此剑，辜负庄严。好。成功到位，生死相依，成功到位，千秋万代，永为夫妻，千秋万代，永为夫妻。往事上。
70年前，一个剧种改革的序幕在上海拉开，粤剧在上海这个城市吟唱出全新的旋律。是的，70年后的今天，粤剧的影响已经流传全国，飘扬海外。70年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肩上粤剧所肩负的担子，那就是推陈出新、继承发展、创新的使命。是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上海的声音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中生代粤剧名家新创剧目展演的第1场演出已经到此结束了。明天这个时候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